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今日是2020年的头一日，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元旦这是日的蔡总统嘛发表着文告啊讲到民生的这个议题，侪政策来上路，简单做了说明了后，佮讲到两岸这个关系嘛佮一摆明确甲全世界来讲，台湾无可能接受一国两制，嘛讲到香港的这个例后，来看到一国两制这个信用是彻底来破产，所以要认捌到迫害台海现状的是中国，唔是咱台湾啊。另外咧，伊佮讲到。中国是利用9·2共识来侵害中华民国，袂当以主权的交换短期的经济利益哦，嘛会感觉到中国定力全面来渗透分化台湾的社会。所以讲咧，一套民主的这个防卫机制建立到伊的必要性，咱就先来带大家看蔡英文总统是安怎讲的。2020头一天，总统蔡英文发表元旦谈话，首先讲到新的政策上路，包括基本工资调升以及育儿甲农民补助等，强化交通甲经济方面等进展，以利多代表新的一年好消息。每一年受到政府照顾的人都要更多，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国人都能够受到最好的照顾。蔡总统感谢行政部门的努力，除了内政之外，更加聚焦中国威胁，再次公告面对中国的新的认知，绝对无可能接受一国两制，袂当以主权交换短期经济利益，更加中国的全面渗透。所以反渗透法是让台湾民主自由更加受到保障。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是反渗透，不是反交流。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和往来都不会受这个法案的影响。重点不是反交流，蔡总统更加表示，拜马祖甲正常的宗教活动也拢无受影响。不过，对中国各台办批评台湾通过反渗透法无历史恐怖，是以讨价也是需要拍价的人回应。问题无伫立法国家，所以问题其实不在于立这些法的国家本身啊，而是北京是不是能够停止他们这些渗透介入的作为啊？那成为是国际上可以信赖的伙伴，才是真正的正本清源哈。另外，国民党准备针对反渗透法申请释宪。蔡总统表示非常感谢朝野立委坐落来协商，让法案会当顺利通过。希望伫咧看这个法案的时阵，抱着理性看待，这确实是台湾需要的法律。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对话。首先，咱邀请到首来宾，第一位是咱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张志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韩国瑜北部竞选办公室主任郑世伟。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淡江大学整合战略科技中心执行长苏子云。大家新年快乐。第四，咱邀请到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义中。大家好。是哦，首先咱讲伫新年这天哦，看到过去啦吼，过去一冬来拢咧拼选举啦吼，啊，总统伫这天嘛发表伊的这个文告啦吼，尤其针对这个两岸这个部分啦吼，伊讲到这个4个认知是这个新的这个部分吼，之后你安怎看伊这个4个认知咧？其实吼，总统甲去年的这个新年的讲话相比起来吼，一个上大的无共就是去年讲煞了后，这个习近平就发表伊的这个对台的这个一国两制的看法吼，啊，所以讲刷落来这个可能几个月的时间，总统就是一直咧表示着咱国家一个较坚定、真坚定的这个立场啦吼。啊，所以今年咱的这个4个认知，老实讲，在我来看是长期以来吼，这个民主进步党伫个这个民进党政府伫个两岸的这个立场的一个真明确的一个立场的再宣示安尼啦吼。啊，尤其是讲应该是这1、2年以来吼，总统伫个伊的讲话内面吼，开始强调中华民国台湾这个概念吼。啊，所以讲其实这嘛是长期以来国民党反共的国民党的这个对这方面的立场吼，嘛差不多是有这个基本的认知啦。是啊，所以讲总统即马
当然伊强调就是一个团结的概念嘛。当团结就是啥？团结就是讲面对一国两制的时阵，面对中国的这个压力的时阵，国民党的立场甲民进党的立场，在这个时阵已经是爱找到一个共识。所以伊就讲有一条底线。这条底线是啥？这条底线就是即个中华民国的这个主权的这个独立。尤其是是讲，主权独立以外，咱若要甲这个对方有任何的这政治谈判的时阵，这一定是爱受到人民的肯定，爱有这个，算是讲爱有一个 mandate， 爱人民的一个授权，才会使去做的。是，所以咱要继续请教谢伟兄啦，就是讲蔡总统今日话团结啦，对着这个中国这个势力啦，不过可能有这个国民党有疑虑的，就是讲反渗透法啦，昨伫咧这个3点外时阵来通过啦，但是伊即阵发出来就是讲共同的这个敌人是这个共产党，还是讲中共啦，这个部分你安怎看？蔡英文总统伊提出的这个4个认知咧？无毋对啊！今仔总统伫文坛的文告的时阵啊，佮讲即个4个认知啦。实际上，伊除了有讲两岸的关系，嘛有讲到内政的问题。是。当然，今年要选举，佮过10天就要投票啊。是。所以讲，伊借着即个机会讲内政的部分。我相信人民的感受是上重要。你到底讲一个月我领的时薪是偌济，或者是讲阮一个月领的月薪是加偌济？我相信这是上基在的。但是一般的这劳工朋友，因领的。有感觉讲这3、4年，我的薪水有搁较济无？我相信人民的感受真清楚。佮过来你讲两岸，要选总统，当然两岸外交这个国际的关系，这是上重要。你两岸的政策，咱看到讲这3、4年的时阵，民进党政府咧执政，你甲对方的时阵，今仔总统嘛讲，伊无反这个反渗透，伊嘛无反交流，希望讲两岸拢会当继续正常的交流。但是你讲要交流的时阵你今仔连对话的空间你都拢无，所以讲会使讲两岸对话的机制拢已经停摆啊！你今仔讲要搁交流，煞的时阵你即摆搁设这个反渗透法，你讲这拢无问题。但是你若讲无问题的时阵有需要伫选举，搁10天就要投票的时阵你来马上就下令讲立法院民进党的党团都爱提案，煞咧都爱马上伫12月30日都爱过。你是毋是会当事缓则圆？你过去民进党一再反乌箱，你今仔学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管碧玲讲的，3分钟就把这12条的条文拢读完啊！若读完的时阵人民有惊吓，人民有恐惧，人民伊会感觉讲，我今仔若要到对外去交流，或者是要去做生意，我是毋是会中到这个法？头拄咱民进党的部分的发言人、议员嘛咧讲无。你免烦恼，后盖拢交检方。你也知呢，若交检方设置于一个案，落去侦查的时阵老百姓爱等到伊审判起诉，或者是审判3审定验的时阵你知影这定塔台的时间爱遐偌久？民众会惊吓。过去咱咧戒严时期，过去咱咧竞争服票的问题，咱有当时会感觉讲有白色恐怖。你即摆伫选举前10天的时阵你无讲第一度的。委员会来充分的讨论，说咧，你强势以你多数的优势，你就变二度。二度的时阵你即摆我必须要讲，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党团，阮无反对讲你立这个法，但是阮反对你安怎？你落错，马上就甲这个法，伫选举前10天，你就好通过。你是不是会当互大家来讨论，互老百姓大家会当充分的用公听会，大家来表示家己的意见？互大家会当甲这12条的条文会当弄好清楚，你是毋是会当伫2月7日新的会期，大家充分来沟通？我毋知影呢，我毋知影民进党过10天的时阵你通过这个法，今仔总统嘛讲既有的法令拢有法度通规范。既然老讲既有的法令，咱的国安法、咱的政治的现金法，拢有法度通规范。你是安怎今仔咱要遮尔赶紧、遮尔匆忙，都要甲3读？通过，所以讲，阮今仔在野党，阮嘛联合到亲民党，阮来提这个申请释宪，希望讲，未来包括了韩国瑜总统候选人，伊嘛讲，伊若有机会当选总统，伊会来甲立法院党团来研究，是毋是来解决人民的惊吓？后盖是毋是过来甲这个反渗透法好好甲修改，互伊较完整的，互老百姓大家无迄个惊吓的心态。
是，所以咱要搁请教咱的执行长啦吼，就是讲咱对这个总统伫咧这个文告头顶，然后讲到这个4个认知，嘛有讲到这个上重要这个反渗透案。伊讲其实拢有这个民意的基础啊啦吼，就是讲过去不管是这个立党的这个调查也好啦吼，人民对着这个反渗透案，其实有一个这个部分的这个支持啦吼，差不多有50%这个支持这个部分。不过咧，这个反渗透案到底是反对什么咧？其实有三个部分啊，其实介清楚，就是讲反对着这个敌对势力哦，用着这个资金的这个委托啦吼，改变民主的这个定数，这3项爱斗做伙才有啦吼。伊反对是这个行为本身，唔是针对个人啊吼，所以可能伫这个法吼，可能是伫5月时阵伫立法院内底，就这个时代力量这个版本出来，啊11月时阵有民进党这版本出来，啊可能伫这个40天吼，40天内，也是讲选举进程硬要通过，可能社会对话也无足啦吼，但是伫这个文告头顶，搁一摆强调伊是啥物用意？我想是安尼啦吼，咱通补充来讲，即就是迄个反渗透法吼，伊足简单就是像咱拄啊主持人讲的，有3个要件爱迄个成立，才有讲即个去犯着即条法啦吼。第一个是敌人，吼，啥物叫做敌人？就是讲要用武力来欺凌着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吼。这咱看的毋是敢若讲迄个中国啦吼，大家会记哩无？今年迄个恐怖分子吼，或者伊斯兰国吼，伊讲要用炸弹来攻台湾啦，这就是讲即个法，第个伊伫咧界定的吼，毋是讲倒一个国家，是讲有即个要用武力来对着台湾，还是中华民国才有算。第二个就是有金流啦，吼，就是讲付钱啦，哦啊委托着一个个人，还是讲组织吼，来替即个敌人吼。来宣传啊，来破坏掉咱的民主宪政的才算。所以这3个要件爱斗起，才有算讲是去犯着这个法。所以我看是免啥惊吓，老实讲啦吼，足简单的。啊，另外一个角度来，咱来思考，就是讲有这个反渗透法，吼，颠倒是两方的关系，我感觉会较健康啦。第一个是台湾会较有自信，吼。第二个你让足较。紧会当讲判断着啥物是正常的交流，也是讲迄个往来吼，啊，就当互遮个正常的迄个交流的活动，会当搁较迄个健康去发展。是吼，啊，过来我想是安尼来看吼，咱思考着讲即个反渗透法甲民主的关系吼。毋是敢若台湾有即个法呢？咱即马去研究，就是讲全世界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啊个迄个澳洲、纽西兰，拢有即个反渗透法。所以这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即马变成一个是迄个迄个主要的国家，就是国际即个反渗透法的联名，还是讲协防的一个机制。是。我想这个是做有意义的啦，就是讲对中华民国来讲，咱这总统伊讲的这个反渗透法，我甲听起来最清楚是讲要反共，毋是反中，嘛毋是反法。是啊，其他国家的这个反渗透法嘛是共款，咱是民主的家己自我的防卫，毋是讲要去做啥物特别的迄个限制。敢若是讲你袂使用即个讲金钱来影响到我民主宪政的迄个运作，所以我感觉甲我的判断是讲，这不只是讲对执政党啦，对未来的迄个在野党，还是讲台湾的迄个政党的政治的运作，会更加健康。是会更加健康啦吼，所以咱要继续来请教咱的赖委员啦吼，就是讲头拄老师嘛有讲到，这个反渗透案吼，伫这个总统的这个文告，搁一摆来强调啦吼。老师拄则嘛有强调，这是反共，毋是这个反华，是反中啦吼。其实这个交流的部分，蔡总统嘛有讲吼，拜妈祖还是讲拜其他神明，正常这个宗教交流的这个活动拢袂受到这个牵连啦吼。所以两岸之间，伊是要防止的，到底是啥物？我想吼，看到这个反渗透法本身吼，伊是甲两个物件甲牵连起来。第一项就是讲，针对这个反渗透法内底所引用其他法令，像讲政治献金法，还是讲迄个游说法，吼。啊，选举罢免法，这法内底所规定的，甲境外这个敌对势力有关的这行为，吼，这内底迄个物件，
尤其是这个行为，毋是讲直接对迄境外的势力，也是对反倒是对境外势力委托，也是讲甲台湾内部内底迄个力量甲伊个人做伙。即台湾即个内部力量伫过去无这个法是拢无法度甲伊规范，即马透过反渗透法甲伊规范入来，所以讲是做即款的代志。所以第一点，你要有即个行为，这个行为必须是有甲即境外敌对势力有咧合作者的人，吼。第二点是讲，这个人实际上是有接受中国，还是讲中共伊本身的指示，还是讲有受到伊的帮赞，还是安怎？所以讲，爱有这两款的物件，拢搭做伙，才有法度透过反渗透法来处理。所以嘛，因为就讲，遮吼，伊虽然讲甲其他的法令，算讲有关系，但是伊是 cover 吼，其他法令本身，干那针对境外势力。但这个法是针对迄种内部甲境外势力做结连，这边的这个台湾内部的这个人民是讲团体开始来对伊做规范，所以讲这边的差别是伫遮。当然嘛有甲伊的法则吼本身有甲伊加重，还是安怎？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法令伫遮吼，当然在野党伊对这个言论自由，也是讲人的这个人民的安全遮自由本身的这个根源这个烦恼，这是我会当了解啊。但是还是看到这个过程，讲伊所规定的这个物件非常明确。我是感觉讲，这个应该就是讲无遐尼大一个问题。当然，因为这个过程是变成讲爱透过这个刑法是讲法庭来咧处理嘛。还是讲要处理要好好要看，要建立真正这人有。真正受到反渗透法者的迄个处罚时阵，你要有真侪、真谨慎的这个调查，所以变成讲这个过程可能有法度变真长。吼，迄个拄啊，当然咱的这朋友嘛讲定塌塌吼，对一般人民的迄个感觉讲真无好。我是感觉讲这会当了解啦，但是也是讲咱希望讲卖吼速审速决啊，结果造成迄枉法的这款的情形时阵，有时阵咱就必须爱安尼。所以讲反渗透法是讲伊本身的 coverage 的这个范围是真有限，是干那针对这个行为，嘛爱经过一段算讲真明确甲真审慎的这个调查过程，才有到建立伊之间的这个连结。所以表示讲吼，反倒当迄个某其他团体支持，算讲爱针对中国这个渗透，爱有这个法令来处理这个人。对这反渗透非常的失望，感觉讲哦，这干那 cover 这一点点嘛，对迄个台湾即马面对所有中国其他渗透行为吼，算讲无做了真济。我对这个物件，我会当了解因的本身的 frustration 啊。但是我就讲，本地咱的这个国安的这个法制，都是一地安甲迄个甲伊处理起来，吼，甲拼团甲拼起来，吼。所以讲会当互台湾迄个民主的安全，透过这个法令的关系，会当互台湾更较算讲有迄个较民主啊较安全的这个未来。那所以咱即马这反渗透法，这都是我们很多这拼图中间的一地，吼。以后还有其他的迄个针对其他的行为所做这法令的规定，嘛爱甲伊搭起来。所以我会感觉讲，为什么这个时阵爱紧做？是因为讲这个时阵也是无做，表示讲咱对这个台湾民主安全的这个算讲咱的迄个 commitment 是不是无？也是讲有咧行遐，因为选举，所以讲咱就因为这个选举所有可能造成这个争议吼，咱就放伫遐。对这国际来上，国际上来看，变成讲台湾会因为政治内底这个政治的斗争。所以讲，为着国际安全，对台湾民主法制的这个侵犯吼，我们会弃而不论。安尼这是真无好的一个观感。是吼，所以这个针对这个反渗透案吼，有人是讲可能这个社会沟通也无够足啦吼，有人是讲，这个法吼 cover 无够十全啦吼，无够完全啦吼。继续咱要带大家看讲，这个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吼，韩国瑜伊嘛是针对着这个反渗透案吼，有伊的这个讲话，咱先来看讲伊安怎批评吼，是讲民进党用着这个人数济啦吼，强欺弱啦吼，伊嘛讲着这个当选总统了后，这个法律咯，国民党一定来改变。先这回来看。我们早上3点多来排队的，都没睡吗？对，我们都没睡。为什么会想要来看？因为我们想来看升旗典礼。
大批人潮出现伫高雄市文化中心，有人规夜无困，就为着要来升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嘛到，只是活动进前，主持人则提醒民众唔通花甲政治活动有关的口号，但伊一上台就念出党内立委候选人所有人的名，在外界唔通想伤济。韩国瑜行程满满，高雄走了，搁到台南、沿路拢有支持者。但是一讲到反渗透法，伊就批评这互民众心内会惊，嘛讲民进党伫立法院强行通过是多数的暴力。恶霸型的用多数，几乎是多数暴力的方式表决，这种表决强迫通过的法律案，就是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最痛恨的一种方式。结果他们今天继续操作。伊和即天韩国瑜要甲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共台，两个人一个人伫台北，一个人伫高雄，一直拼选举。张善政参加国民党中央的升旗，致辞的时阵讲到反渗透法，嘛是一直攻击。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慢慢来谈啊。说什么？言犹在耳，马上一转身就下令民进党在昨天一定要强势通过。这种表里不一的两面总统，我们还需要他吗？伊讲蔡英文的态度反起反倒，失去总统的诚信，爱民众除了投予韩国瑜，嘛爱予国民党伫立法院的席次过一半，才会当予团队所规划政见慢慢来实现。记者综合报道。所以针对着这个在野党这个部分哦，其实反渗透案哦，这个部分还有这个讨论这个空间吼，但是即阵已经通过了吼，可能这个总统公布了啊，可能是选举了这个2礼拜后啊，这个代志啦吼。不过咱来看讲，这个社会沟通啦吼，这个各界意见是啥物？咱先带大家做伙来看。咱讲这个中国网络平台哦，大书联吼，伊几期咯宣布放弃着台湾这市场。啊，总统蔡英文伊嘛是讲咧，反渗透毋是这个反交流啦吼。这个法律内底所规范的这个违法的事项哦，拢是对民主机制有直接伤害这个行为啦吼。两岸的交流吼，原本就被牵涉着这个行为啦吼。咱看到韩国瑜伊嘛讲到吼，这是这中华民国宪政史上哦。上届体育的这个一天啦吼，啊当选了后，嘛一定会这停止反渗透法的这个效力。咱看到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是讲反渗透法的这个法哦，这个内容哦较老草啦吼，嘛这个定数正义无去个顾到。咱来看到这个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伊是讲红点名这个红色媒体也代理人应该甲搁较支持这个立法啦吼，毕竟有这个法律会当依顺的后摆都会当互撇免吼，这个抹红啦吼，啊相关讨论已经规档啦吼，哪样会当依照这个定数正义来批评立法徛无这个徛袂在啦吼。咱来看到这个台湾民主实施这个研究员宋成文哦，伊是讲民众推测的这个无针对着真正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威胁啦吼，嘛是这个缩水啊吼，咱讲保守的版本啦吼，啊嘛是讲这个犯案这个势力哦是这个夸大啦吼，夸大这个牵连啦吼，啊卖就是这个惊吓吼，挑剔讲无甲这个法案用好清楚啦，这个国安法律的这个特性，之后你安怎看讲这人这个回应咧？其实吼，我是认为讲，咱这个反渗透法吼，确实有影是帮助真侪人。伫咧中国，无论是经商，还是伫咧中国生活的咱台湾人来讲吼，其实是一种解套啦。我讲解套的意思是啥？就是讲一般来讲，你若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你想要做政治的现金的这个贡献，当然是会使。是啊，但是即马咱的反渗透法。所限制的就是你若是有收到中国的相关单位的指示，吼，因为你若收到这个指示的时阵，啊，你做的这个行为，这就已经是违背着咱的民主机制的一个，算是讲一个内外的一个独立性吼。啊，所以讲，若准讲是一般的台商来讲。若是受到这个中国地方政府也好，你的党相关的这个单位对你的压力，啊，即马你就一个真充分的理由讲，因为阮即马有一个反渗透法，所以讲我真正无法度这个接受你这个指示，若无我家己会受到影响。啊，所以讲你对台商顶多是有一个。安尼来讲，咱的台商伫咧中国较袂受到这个中国来自中国的相关单位的压力嘛。因为你即马就明文规定你袂使啊。好啊，所以讲，当然啊，我嘛迄个同意吼，啊，他拄仔迄个委员的讲法啦，就是讲，
这是第一步啦。吼，咱要建立这个民主的防卫机制。总统今仔日嘛讲，这4个认知的上尾一个认知，就是表示讲这是一个起步。吼，咱有即摆第一步先做这个。吼啊，当然嘛是将这个话题，嘛是将这个中国对台湾渗透的这个议题，给提出来。吼啊，大家这个好社会，大家来讨论，好社会大家来看。啊，当然，因为这个法律本身其实并无真强。是。吼啊，当然，因为这是第一步嘛，你就先提出来，和大家讨论，和大家思考了后，吼啊，咱才来好好啊去看讲。咱的社会内面，抑佫有啥物个所在是有即个受到即个渗透的即个相关的议论，吼啊，咱再来好好啊讨论。咱若是讲伫咧地方行吼，啊，咱一般的地方政治，一般的地方的即个公庙也好吼，其实甲中国相关的即个交流是足侪，吼啊，但是这真侪的状况下，到底啥物是有甲较有政治的即个指示，啊，啥物是无？老实讲，咱一般人，咱嘛无法度去，无法度你了解啦。嘿，啊，你若是讲规团带去中国，啊，若受到人的招待，受到人的安怎？老实讲，你转来你嘛无报，咱嘛唔知影。咱台湾这边的政府单位、相关单位嘛唔知啊。啊，所以讲，当然你有设这个法的时阵，你当然就是好。互所有咧重视这个交流的人，啊，你有在心内有一个坎站，我知影讲安怎会使，安怎袂使，吼啊！你当然安尼顶到你去交流的时阵，你顶到更较自由，你顶到更较无啥物信赖的限制，因为我已经真清楚啊，法令就是安尼规定嘛。有影，咱继续来看讲这个新年这个讲话啦吼，总统伊所讲的这个反渗透案吼，有记者就问到讲吼，针对着这个反渗透案对这个国际社会这个影响哦，利益甲影响是啥物咧？伊讲吼，这台湾若是无这个一定的这作为啦吼，真侪国际社会这朋友一定讲，咱是徛伫这个中国压力的第一线这个国家，敢讲咱对这代志拢无要义嘛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社会兄啦吼，其实咱头拄安尼讲起来，反渗透案。这是真明确对着这个中国这个部分啦吼，但是咱讲国民党伫遮要提出这个视线啦吼，这个解说这个部分啦吼，但是咱看到昨咧投票的时阵，其实因是无去做投票，因是徛伫遐咧做抗议尔吼。但是安尼这个视线可能就会去由这个大法官来拍回票呢。我相信哦，主持人毋是安尼讲。是，你讲今仔日，阮民进党团这立法委员第一议会内底。戴口罩咧抗议，代表啥物？头拄我讲的，伤过老错。你12条条文3分钟就会当念过，所以时阵大家拢有疑虑嘛。你仓促的立法，人民老百姓伊会惊吓。啊，你今仔若讲保护主权，或者是讲咱反对敌对的势力来甲咱台湾来甲咱影响咱的选举，咱拢赞成咧。国民党就讲，阮无反对立法。阮反对你为11月20几，你提出这个草案，中立法院阁休会，煞咧短30外天，你总统下令民进党党团讲12月31一定爱过。这中你哪会无要甲老百姓对话？你伫中你哪会无伫委员会一条一条来讨论？会记得2014年太阳花弄立法院为着啥物？为着是服贸货贸的条文，迄个有伫立法院一读会、审查会安尼讨论，煞咧甚至于办足侪公听会，只不过伫一读会煞来送二读会，1分钟通过，煞咧你著弄立法院啊，你著讲这犯咧，你著讲这乌想啊咧，今仔日这若讲对咱国家的安全、对老百姓的安全、对选举有危害，你今仔我请教咧，30外天。你拢无充分的讨论，一读、二读、三读读过啊。煞咧时阵尔，你若讲对国家遮尔重要，你行政院最高的行政机关，行政院你哪无提出版本？你哪无提出版本？煞咧时阵尔，这定咧这12条，主管机关是啥？嘛唔知啊。我比如一个咧，头拄啊老委员就讲啊，人民老百姓，你若讲有罪，伊就有罪。你等甲讲有罪，煞咧你去暗查一个官司查落1年、2年、3年、4年，你会罗织罪名袂？见面你甲讲有罪，煞咧查过经过2年、3年、3审定验我无罪，这要拖偌久？
身心的疲惫还偌久？你莫讲什么，干那即最近咧选举的时阵尔，哪个有脸书哦来，哪有转传的？今仔阮地中央都开记者会，咱的警务机关就去来用社会处事维护法，去来老百姓就惊到要害伊啊呢。啊，你今仔日过去咱戒严的时代、敬重的时代，惩治盗匪条例，民进党你咧争取废除刑法100条，你迄个时阵你的心态是安怎？同款的嘛。即摆既然咱自由民主、言论自由的国家，你今仔是毋是好好来讨论？要安怎来保护咱的主权？要安怎来保护咱老百姓？我举一个例就好啊。今仔若讲公庙，伊哪会惊？我今仔若是公庙，我即个公庙，我若到对方去进香，煞咧对方的公庙，然后请我食一顿素宴，煞咧转来的时候，我即个公庙我支持某物人。所以你讲，我因为底下吼，有敌对的势力吼，伊有请我食一顿饭吼，转来我支持即个，煞咧时阵全无效。佫简单，我举一个例啊，立法委员何志伟，伊的四大人开的阳信银行伫大陆，若大陆的高官若去遐寄钱，煞咧伊领钱出来，煞咧伊开，安尼伊人若检举，伊有做无？所以讲，我讲是这定塔足多的，你今仔底互人疑误的。就是讲，你今仔咱无爱充分来讨论。除了大陆头拄啊，咱苏老师嘛讲，你个 IS 这恐怖分子啊，我请教，若像日本对咱的渔权、对咱的渔民安尼，这是毋是敌对的？这是毋是有冲突的？嘛有敌对的？你若讲大陆袂使干涉咱的选举，我请教，美国、日本，甚至于其他的民主国家，伊敢袂使干扰我们的选举？嘛袂使嘛。但是咱的政治献金法已经拢有规范，你今仔的资金来源、金流，你拢查得真清楚。咱嘛有洗钱防治法，刷的时阵你政治献金法的时阵，咱要收拾这企业的时阵尔，第一，伊也有趁钱；第二，伊的公司袂使有大陆的资金来投资7成以上。你若有1成，我嘛唔敢收啊。所以讲，今仔你好啊，会当规范，而且总统讲的，我感觉模棱两可。只要你讲既有的法令拢有规范，只要你讲咱若无通过这个法的时阵尔，咱对世界各国，咱无法度哪交代。总统，咱是保护咱国家的主权，咱是保护咱人民老百姓的权利，咱毋是要对国际来做一个交代啊尔。你要交代应该的，但是咱是毋是会当充分的讨论，莫伤过老草。你过去民主进步党要求的自由民主，你民主进步党要求的是一切以民意为依归，但是你今仔我就讲，你行政院的版本你哪唔敢提出来？你哪会用党团的名义提出来？你这唔就个像应该你咧笑国民党，以重党意无重民意，你唔就以党领政，你即马同款来啊？所以讲，今仔日社会哪会遮尔乱？今仔咱是毋是大家会当坐落？你讲要团结真好啊？是毋是大家团？你包括阮党团，有的民进党的朋友拢讲，国民党甲伊的法案退出，阮甲你政党协商，12条条文，第1条是中华民国的主权，上后尾1条、12条是通过了施行细则。中这几条阮提出来要甲你讨论，一个字拢袂使改。你变成是。选举进程，你要叫阮国民党、在野党甲你背书嘛？连参详都无法度通参详，阮当然提出来啊。但是以阮伫现场，阮的抗议，阮毋是抗争哦。若是抗争的时阵，也是连互你过都无爱互你过。但是阮就讲，阮一再强调，阮无反对立法，阮反对你仓促的立法。是。另外，咱来看到讲吼，其实这个总统伫这个文告内底嘛是提供着讲吼，这个一国两制。这个习近平伫咧去年啊吼，咱讲正月初啦、初二啦吼，拄好伊这个一国两制，这个台湾方案吼，拄好是满1冬啦吼。这1冬咧，咱看到过去这个中国介选的这个部分啦吼，尤其是讲这个军舰啦吼，伫这台海加起武康啦吼。另外嘛是讲着用着这个，譬如讲这个观光客袂当来台湾啊，等在这部分啊是金马奖遮啦吼。尼满1冬来看吼，其实咱讲。习近平伫咧昨的这个对话内底哦，伊拢无讲到台湾2个字，但是伊讲到这个澳门哦，是一国两制上好实行的这个部分。但是今仔蔡总统嘛讲啊，这个香港的咧，真正是已经互这个全世界人看见。所以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所执行长。
我想是安尼啦，不管是澳门还是讲香港，吼，这一国两制，反正都毋是中华民国会当迄个接受的啦。吼，中华民国伫1912年到迄个1911年就建立吧，吼。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是1949年，那有讲迄个弟弟你讲各个安怎嘿，哦，这是无人听会落啦。所以总统讲的迄个香港，也是讲迄个时成伊讲的澳门即个咧，敢若是讲中国共产党伊家己的迄个信用的问题啦。吼，咱是用这来观察着讲伊对两岸咧台海两岸迄个关系一寡讲话讲会信还是袂信的。哦，啊，讲到倒来，咱讲到即个反渗透法，其实伫咧去年差6月，我会记你阵就开始咧讨论啦吼。啊，当然，这有一个是定数的正义，啊，一个是实质的正义的代志。哦，我即马甲观察是讲，即个台湾版本即个反渗透法，其实是参考着迄个澳洲的啦，就是讲主要是讲迄个外来势力吼，透过着即个金流，啊，透过着迄个商业的一寡活动吼，去影响着国会，还是讲政府的一寡决策吼。是你掠即地，上基本的，就是讲这是一个民主国家上基本的一个迄个防卫的一个方法吼。啊，希望着莫去影响着一般迄个正常的迄个往来吼。啊，第二个咱会当参考就是讲，这甲以早讲的迄个迄个戒严的时阵，迄个思想的管制吼，也是讲迄个言论的管制是完全无共款的咯。是。咱即个法，就像拄仔讲的是三个要件经济出现才有算哦。就是敌人啊，即个有金流，啊，依照即个金流甲敌人的迄个指示去影响到特别的迄个正义的迄个诉求。是，不管是哪车拢共款啦吼。所以讲即个法，我在看拢中立来看，就是讲伊对哪甲车拢共款是有迄个效力是，啊，莫佫讲有着一寡较激进的，讲是迄个可能是粉红的啦，迄个组织吼，所以我看是讲韩先生老实讲是讲伊嘛真忝啦，做毋甘的啦吼，啊，毋过伊对即个法律啊个言论的自由即个界线，可能爱佫去思考一下吼，毋是讲即个反渗透法就是佫干涉到迄个言论的自由，这是完全无共款的。所以这个法律这个层面吼，其实规范的是介清楚啦吼，就是讲这个反对敌对的这个势力，不管是中国也好，啊，其他若是对这个台湾无好的这个部分，其实拢会使来当作是。我是个人补充一下来讲，咱即马迄个大法官有一个宪法的迄个诉讼的法嘛，吼，内底就规范着讲。中华民国每一个机关，吼，拢有迄个义务去守护着你即个民主宪政的运作，吼，这是基本的迄个要求啦。但是下骹就无迄个安那处罚迄个条件啦。所以在我看是讲，即个反渗透还是讲甲既有即马有的迄个一寡法律，吼，迄个精神甲集中起来。是。啊，内底有放一寡迄个。共款的，就是讲有一寡处罚，还是讲一寡方法，迄个部分罚款的部分，拢甲写清楚啦。是。另外，咱要看到讲，这个总统文告内底哦，其实咱讲到这个一国两制也好啦吼，也是讲对规个这个主权这部分，讲了有介清楚啊，反渗透法，这嘛有讲清楚。但是咧，上重要这部分，伊嘛讲到吼，伫咧这几档来吼，社会咧对着国际咧行吼，其实国际这情势是变化真紧啊。尤其讲到这个美中贸易战这部分，咱嘛知影这个正月15的时阵，可能这个美中贸易战就做一寡这个协议吼。但是伫这个变局头顶吼，台湾伫这个部分啦吼，面对着这个未来这个4档内底，这个台湾会使佫做啥物咧？我想当然，咱即马是看讲利空吼，迄个时阵，实际上国际上除了讲台湾选举以外，吼，美中贸易战当然会签即个第一阶段的即个协议嘛，吼。基本上大家迄个期待是讲，认为是讲，即个协议签了后吼，差不多迄个明年吼，
美中都无可能搁签其他的物件。因为美国开始进入这个总统选举的行程。啊，伫这个中国本身就是讲美国民主甲共和党拢是对中国足亚深吼，所以讲拢咧。拿枪来统治的这款阶段时阵，你要甲中国签任何物件，拢会变成讲政治上面的火把啦。嘿，所以讲一般对大家一个期待是讲，可能明年美中无可能搁有其他的物件。这反倒当变成讲，美台可能是毋是可能有机会咧？所以讲为什么伫迄个去年差不多2、3礼拜前，当这个美国甲中国已经宣布讲，伊将有可能会今年正月要签这个协议的时阵，就开始有百外个吼正议员的迄个议员啊，迄个写一个批互这个Robert Lighthizer， 就是讲美国 USTR 这个头吼，是讲即马应该你爱处理甲台湾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谈判，因的迄个主张就是讲。认知就是讲，美国甲中国是讲要进行任何即个经济的协议，应该拢无啥可能。反倒咱即个时阵是美国爱甲家己的盟友，无论讲这是英国是讲台湾吼，咧开始来处理，所以讲才有即款的物件会出来。所以对台湾来讲吼，第一点就是讲，咱当然因为去年。美中这贸易战，所以讲有真侪，算讲伫中国台商，也是讲其他的美国其他的迄个外商，嘛包括欧洲迄边的外商，开始把伊资金投资来台湾，所以讲伫台湾遮制造真侪机会。第二就变成讲，安怎要来利用这个机会？所以讲，像讲有个人就认为讲，这个时阵互美国啊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吼，将有必要，因为要互遮伫台湾遮投资遮的这个厂商吼，伊会当获利嘛。所以讲，因遮厂商嘛，真侪是要甲美国要来合作，所以变成讲要甲台湾遮来签这协议吼，互遮厂商伊伫这个所在制造的物件，嘛法度会当透过这个自由这协议，会当来获利。这变成讲，这是很逻辑的下一步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像讲迄总统拄仔讲到，就讲是讲，有真侪迄个外来投资啊，嘛包括台湾本身经济即个转型，因为甲这投资是有关系，所以变成讲，我是讲明年安怎来去推进吼，来即个台湾甲美国贸易即个协议的即个签订，希望会当安尼，当然中间佫有其他的即个问题爱去处理，但是除了这以外，我是感觉讲。明年吼，佫有一个较重要的一个发展是讲，迄个就是日本的这个东京的奥运，东京奥运无论是讲东京奥运本身对日本的迄个商机，也是讲对日本本身国家的一个认同，甲台湾甲日本的关系，拢有产生一个真奥妙的一个转型的一个结果。咱要安怎来好好来运用？所以讲台湾一方面嘛毋敢甲美国，嘛会当甲日本。同齐拢会当来迄个促进咱的关系。另外佫包括讲明年吼，规年虽然讲今年规年虽然讲人讲即个 RCEP 吼会签，但咱来注意讲今年 RCEP 吼甲即个人讲即个东协的迄主席国，即摆是越南。所以讲越南伊本身对即 RCEP 还是讲 CPTPP， 嘛包括讲对即个人讲迄南海的即个协议吼，伊本身的态度变成讲非常关键，因为咱拢知影讲东协主席国对即个来决定即个进行要较近，还是讲要较慢。算讲有决定性的一个影响，所以咱爱注意是讲，咱甲越南之间的关系，因为即马因为美中贸易战，所以讲互真侪投资嘛，毋敢去越南嘛去台湾，嘛增进台湾甲越南之间的即个合作的关系。所以讲，这拢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咱要安怎来运用？所以讲，但是遮一个前提是讲，咱迄个今年1月，都讲说10天以后迄个选举吼，咱的迄选出什么款的人，伊代表什么款路线，对国际上来看。人拢咧看即个，算讲代表台湾本身的一个政治的选择。是啦，这个离选举剩10天的这个时阵吼，都是真重要。就是头这个委员嘛有讲着吼，就是讲1月15号，美中要伫北京吼来签着头一份的这个贸易战这个协议吼，有2种可能，就是讲吼这个1月，因为这个美国伫咧11月初3就要开始进行这个美国总统甲国会这个选举啊吼，所以这个。签就伫1月先甲签咧，较袂因为对着中国因素这个部分吼，可能是较亚深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选情啦吼，所以紧签咧吼。另外就是讲美台关系是真正是 ING 啦吼，所以真有真侪这可能贸易协定的这个签啦吼，嘛是爱
咱要起你这个单盘道，嘛是爱有这个相应的这个部分吼，袂当讲人甲这个刀压伫遮，咱就要甲签落，亲像这个美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就是讲日本东京奥运哦，甲台湾甲这个日本这个友好的这个关系是毋是会使搁进行落去？另外就是讲这个新南向这个部分吼，过去咱会知影这个新南向这个政策嘛是得到这个国际这个认同吼，尤其今仔日蔡总统伊嘛是讲到这个新南向这个政策甲这个亚太、印太这个战略这个部分啊，继续来请教这个机会啦吼。除了咱讲到这个甲国际这个直接内政这个部分，伊嘛有讲到都，就是讲哦提悬到咱的这个基本工资也好啦吼，还是讲2到3岁，若是讲也是囡仔有互人带啦吼，还袂上这个幼稚园，今年开始就会使甲这个托育这个补助甲伊连起来。另外就是伫这个农民这个部分啦吼，有一套这个退休的这个制度，啊嘛是讲落实到这个高科技啦吼，这个发展中心啦吼。其实安尼来做起来，头4点吼已经是要做啊，但是讲亲像讲要甲台湾打造是高这个官方的这个制作中心，还是讲高科技研发中心，其实还佫有一段距离啦吼，要安怎来做咧？总统头先一部分啊，今仔日文稿的头先一部分，就先讲今年会发生的代志嘛。这会发生的代志就是。基本上就是迄个社会福利，吼，这个社会福利包括基本工资啦，啊，这个迄个幼儿的迄个补助，这拢是要互这个社会更较稳定，是，互咱的一般的这个一般的劳工朋友，一般的人吼，上班的这个朋友来较减轻咱的压力的一寡作为。啊，当然这是一部分，啊，另外一部分当然是爱向前。这个经济要安怎继续转型的这个问题，啊，他拄啊，这个赖委员有讲过吼，就是有讲起这个美中的这贸易战的问题。美中的贸易战了后，台商的这个资金大量，真正是大量的入来吼。今年去年年初2019年的这年初的时阵，总统迄当阵也搁咧讲，迄落有这个2000亿的这个资金会转来，还回流。啊，伊讲交代这个经济部长讲。迄落爱留甲5000亿，啊，结果到年底的时阵已经变做7000亿啦吼，啊，这个速度甲这个量拢是真大甲真紧，啊，所以讲当然老实讲，即摆是真歹去，无法度去想讲，若准讲美中贸易战的当中，若是总统毋是蔡英文，这个代志敢会发生？吼，老实讲，对我来讲，真歹无法度去。很难去想象，啊，原因真简单，因为要吸收这个资金外流的这个资金，为中国外流的这个资金的国家有真济，菲律宾嘛爱，越南嘛爱，当然啊，所有这国家拢爱。台湾是安怎有这个条件，会当去来台湾？这当然是表示讲，因为政府有真济这个作为吼，来去这个招商去人就因的这个资金转来，啊，所以讲这个资金转来了后，你要安怎利用？你要安怎？政府要安怎办？也政府爱用什么角色来去引导这资金来去创？这就是一个真重要，包括这过去这几年，咱的这个离岸风电的这个工程吼，咱的这个计划等咧起来，离岸风电就是真好的例啦。离岸风电伊当初来的时阵，啊，这个外商要投资。伊投资的时阵，咱经济部予伊一个条件呢，限制伊这个条件讲，你一定要用台湾零件，台湾零件甲台湾的厂商，吼啊，所以讲，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将台湾在传统的制造业的这个厂商，吼制造业者吼，来去升级，来去即马会当去做真高阶的这个离岸风电的零件，啊，利用这个机会，互台湾的产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机会。啊，当然，你这产业慢慢啊，迄个成熟的时阵，当然咱的所有的这制造业者，即马都有一个更较好的技术，会当去接世界各国另外这离岸风电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单。所以讲，你做这个螺丝，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螺丝啊，这即马已经是离岸风电会当用到因的迄个品质的螺丝啊。所以你就是为本地普通的品质，啊，即马搁加上，搁升级。啊，相关的所有相关的产业拢是安尼，包括国建国造也好，国际国造也好，这东西政府会当直接来去。主导的一寡产业的这个方向，啊，当然你讲这个高科技的嘛是共款，吼，咱即马看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即马
算是讲台积电过去这一年以来这表现是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包括你当然你有外在条件是包括美中的贸易战，啊，甲日韩日本甲韩国之间的这贸易战，嘛是算是讲咱台湾拢有受到，算是咱有趁到这个机会的时阵，咱有去把握，有去好好啊去利用这个机会，搁去升级咱家己的产业。不过咱搁讲转来吼，其实今仔蔡总统嘛讲到，中国对台政策的这个改变哦，嘛有真侪这个产业是受到影响的吼。咱过去伫咧看讲这个观光的这个时阵是开真侪钱咧补助啦吼，但是即地讲尾啊，这个补助了，尾手要安怎做咧？咱继续请教谢伟兄。我相信吼，美中的贸易战吼，伊即马第一阶段将会15要签嘛，这为虾米？你要看川普。应该对北韩的时阵尔，伊嘛迄当阵吼，武甲规大堆，结果南韩武器一袂去啊，北韩甲美国全啊掂去啊。你讲煞伊选调的时阵尔，伊当阵嘛咧操作，若甲中国大陆的时阵尔，乌量，你美中贸易战的时阵尔，伊全啊安怎？你要来我遮，我提高关税啊。即摆大陆就讲，你要来我遮，我嘛提高关税啊。结果两个全啊僵持不下。为虾米？大陆有10外亿的人口，迄是一个市场啊。你美国你要放弃无？你美国几亿个人口的时阵尔，伊都有筹码嘛。你讲美洲贸易战刷咧大陆，咱遮的台商回流转来。阮之前就讲啊，去年就讲啊，你经济部甚至于总统你讲7000亿，事实上甲你问起来的时阵啊，真正流转来偌济无啊？你台湾变成安怎？你何以？我必须要讲，我必须要讲，我来讲句话，讲个清楚，中央甲地方爱分开哦。恁中央是讲，台商有回流，有回流，甲你问资金嘛。地方政府是讲，台商转来的时阵尔，伊淡只设厂，伊淡只投资，你也知啊。中央的时阵尔，你回转来，你中央互台商，伊去贷款的时阵尔，台湾是2%无够的利率呢，到大陆去的时阵差4%呢。伊说咧安尼讲，我谈你台湾，我借1000万，我才2%的利息。我若伫大陆的时阵尔，我摕甚至于我钱免回转，我第啊听我1000万，我寄落我4%的利息，安尼啥会好？你唔通讲要用地方政府来讲什么啊？恁地方政府有讲招商，地方政府有招商啊，但是伊敢有讲伊回流偌济？你中央政府是讲大拉拉的四季演讲的电话讲，有7000亿转来，若有7000亿转来的时阵尔，我讲是咧。对台湾的经济是帮助足大的呢。结果你这7000亿，问实际伊为遐回转来偌济，无半仙。结果7000亿是安怎？为咱的国库，为咱的银行摕出来，刷咧低利率互贷款。我请教，一般的老百姓有法度通安尼贷安尼侪钱吗？对不对？你今仔讲美洲贸易战，人讲做生意是路愈行愈快，你毋是干那惊美国一条。我来讲，大陆10外亿的人口数，这个市场你买无？你若假使讲，恢复过去，汉贼不良，你大陆拢莫甲伊交往，你干那要爱美国，毋着你爱听伊的，你生意要安怎做？今仔事实上有回流转来，嘛有讲啊误缺的问题，干那电能源政策一个部分，就讲我头拄听议员咧讲，风力若遮尔好个，风力若遮尔好个时阵尔，风配咱若遮尔好，人一度才2块外，是安怎咱都爱囤股价，都爱4、5块，后盖咱老百姓未来用的电。是不是会起价？你中央政府无甲我讲啊？你中央政府无甲我讲啊？若到时阵若起价咧，你唔敢担责任嘛？今仔话我倒转啊！你今仔日你讲总统今仔日咧讲即个内政篇，真好啊！我头拄就讲，你要提升这基本工资，真好啊！但是总统小想一下，4年前朱立伦咧甲你选举的时阵讲安怎？4年来我若希望讲基本的工资调到3万的时阵尔，你讲安怎？调到3万，就会当得诺贝尔奖金。你即摆4年到，你即摆淡仔咧家己报卡袂臭，讲你你的工资拢提升。你4年前安怎共笑的？过来，你讲有利的政策，会记得郭台铭当市长，伫阮国民党初选的时阵，伊讲0到6岁国家甲饲，煞咧你当阵安怎？灾情不可承受之重啊！韩国瑜提出的666，煞咧你当阵讲钱要为倒来？结果你即摆的时阵尔，你嘛举香对牌咧，你嘛煞咧时阵尔讲未来0到6岁的囡仔嘛是国家饲呢，无要紧，这拢足好的。
对咱未来的主人讲，阮第一邦桥，我换贴的林国春议员即摆选立委，伊讲的，免惊政府甲你饲，咱惊政府要饲，无事实通好饲，对无？所以讲，你包括囡仔咧读册，大学的这个学贷免息，阮迄当提出来的时阵尔，你民进党政府教育部的官员，甲这学生啊，拢当做啥物？哦，这套利，迄一年才偌济钱啊？所以啊，所以是，所以讲我就讲嘛，你今仔若要甲制度拢安怎，包括农民，农民毋是咧选举的时阵，你才甲补助机制啦。农民希望的是政府你有法度通啊，甲我生产的果实会当甲我销出去，会当甲我斗销套，这才是正确的啦。所以咱伫元旦即天啦吼，嘛检视着这过去啦，蔡总统伊这个4党这个执政啦吼，这个正月10日特别来投票啦吼，大家若是感觉伊做了好，就是投伊；若是无做了好，就是选择其他这个2位候选人啦吼。今日嘛感谢4位来到节目现场，感谢。